你是否有在网络上看过一种没有脸的人像画呢？之前就有粉丝问我说：“老师啊，这一种方式接一个单200块到400块，会不会打乱插画家报价的行情呢？还有，这个明明就是用描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连这个都可以接案？”那我这边的答案是，所以呢，我这边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画无脸人像画，就是用描的就好了吗？假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首先就是打开我们的画布，然后呢，将我们想要的照片底图呢拖曳在我们的画布上面。这一张是我跟我太太的婚纱照，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，要注意你照片的来源哦。好，那我们将照片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来调整到我们想要画的大小。好，那这一张照片 OK 了之后呢，我们打开了图层嘛，那我们想要描它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铅笔线要清楚一点，所以我们把透明度调低一点点，任意选取一种笔刷，然后黑色。好，那先从我帅气的脸庞开始。那记得在画头发边缘的时候，不要一直线的一样画过去，那样的话会非常的难看啊。然后呢，头发的话，为了让它呈现一种自然的状态，所以呢，不要全部硬生生的接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花纹不要画它，花纹等一下我们用颜色来去画就可以了。那在轮廓线的部分呢，我们先专心的把衣服的线条画完即可。那其实我在画的时候呢，不太喜欢画全部的封闭曲线，因为这样其实说真的没有太多的情感在里头。那它上面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法式，那我们这边呢，用点缀的方式概括的将它描绘出来即可。OK， 这样我们优秀的线条就这么完成了啦。那我们再新增一个图层，那我们把这个上色的图层呢放在线条下方的位置。那我个人呢建议先从肤色开始画。那怎么办？肤色怎么办？我们打开底图，把透明度调到100%，然后去吸大致上皮肤的颜色，然后呢再回来这个上色这个图层去描边。好，红色的部分画的差不多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画关于龙袍的部分。那龙袍的部分有点难呢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地方的透明度调低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开新的一个图层来画龙纹。那我们刚刚选颜色的时候，这边有颜色历史记录，我们点选黄色。我们点选这个黄色，然后来去画我们衣服上面的纹路。
好，那我们希望呢旁边呢黑色，然后留一点白外框，所以呢我们外面的地方再给它留个白外框。好，把白色丢进去，白框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次的人像呢，也就完成了。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不过在我画过之后呢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吃耐心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得到，基本上就是描图，所以呢，简直毫无。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画画看。